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是咱记到播歌声，节目就开始由江林老师带来这首《温泉乡的流浪离》，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谢谢。月亮也走落去味，有蛇乡的大梦里，真抱着伊搭一支，栽培路路边，想起着初恋彼时，心头乱痴痴。难忘的旧情绵绵，难忘的旧情绵绵啊，流浪念歌词。心爱的迄个姑娘啊，为何走去点酒家？可惜伊仍在心内，也是无在外。夜过无人看过，虽然是歹命。青春的一支花蕊，青春的一支花蕊啊，怎会这紧谢？实在的，互人气死啊！温泉乡的好水池，落起来愈落愈粗，害阮无通眠。明仔载流浪到位海角也天边。但可惜会得转去，但可惜会得转去啊！可爱的秋梨。温泉乡的流浪儿，哦，阿母讲后壁这就是温泉乡迄咯，是是安尼。北投。北投哈。收起了这个北投，即摆现处是叫做北投区啦。较早是叫这个台北市。系。这个流浪儿对倒位来？东部、南部还是中部？哎呀，真骨力咯！哎呦，庄脚囡仔，吼，这台北市啊，嘿嘿，尤其是阮较早的时阵对无吼，哦，这台北的头家，拢爱找迄种较拢爱下岗的，庄脚囡仔，挑剔、哦，骨力、搁是啊认真，搁若会使，搁甲慷慨做竞赛，耐喷，搁省油，吼。啊，当来到台北家市啊，嘛会去思念着故乡的这个情景啊。对对对。哦，啊，难得咯，一个月先才休几工啊假尔，吼，啊，就趁着这个机会，去像这草山，哦，较早讲做草山，即嘛说阳明山，是，吼，啊，包括先就是像这故宫啦，吼，北投洗温泉啦，吼，北部的时阵就有一寡附近的这风景安尼，嘿，也虽然讲是这个生活。
真紧张，台北嘅生活较紧张嘛吼，也生活真骨力吼，嘛有像即个思乡的受迄个故乡的即个情绪，但是嘛是要放松家己一下，不知不觉来到像即个温泉乡啦，唱到像即个温泉乡的即个流浪儿。吼，原来这首歌是安尼来的。对，是特别安排。好，特别安排。过年前的时阵吼，来家唱即个温泉乡的流浪儿，吼，像这淡薄啊，来家解解，是，来家解咱即个乡愁安尼。都马上就会当休年假祝大家顺事如意，吼，祝大家像这个见面欢。哦，搁再差不多后几工啊了后，先大家就要见面对，就要休过年啊吼。祝大家大赚钱。好的，来拄则咱观众朋友咧，甲咱拍破啊，老师来准备咱今仔安排歌曲啊吼。来，导播甲诱导转去，谢谢。好，来，哇，今仔日呢有咱这个洪太太，感谢您哈，台南的林大姐，台南的许大哥，丰原的董先生，也有中信大哥，高雄的咱徐爸爸、徐妈妈，丰原的江大哥，也有咱台南的欧大哥，谢谢你。廖菊丽姐姐，谢谢哦。来，秀霞姐，谢谢哈，感谢咱破主的吴大哥，谢谢咱0237新朋友，咱陈地正大哥，也有吕方叔叔，谢谢。来，李明山大哥，咱的4075大哥，K 秋玉玲妹妹，好，邱爸爸，谢谢你，陈秀记姐姐，把大位来一个，谢谢。好，以上哈，来，今日安排歌曲，咱头一首就是咱这个降雪。降雪就是落雪啦，嘿，不见雪花不见人。雪は降る、あなたは来ない。雪は降る、思い心に同じ夢、白い涙、二人は遊ぶ、夜は更ける。雪は降る。一首用要唱一拍去安尼，吼，来，咱这个第二首歌曲《云中云》。人生路都亲像梦一段，情歌永远有人听。云中月圆。来，第三首歌曲就是来去台东。你若来台东，请你斟酌看，出名里山也有一片小雨伞。第四首歌曲《绿岛之夜》。月光暝点在树骹，大家做阵来念歌。唱出着甘美歌声，予人心欢喜哦。绿岛之夜。来，第五首是《日日春》。阮是日日春，日日问。第六首歌曲《醉玫瑰》。心碎，心碎，边疆流落珠泪，花开宝贵，可惜欠水，青春真荒废。好，谢谢。来，以上就是咱今仔日安排所有的7首歌曲，要来咱观众朋友。7首哦，搁出旁，我歹势来。阮是一个讨海人，自细汉踮在花莲港。
生活虽然有较简单，我也无怨叹。好，来电话即马开始来甲卡吼，卡咱的头前专线电话83263177。83263177。好，谢谢。来，马上甲电话接开。喂，你好。哎呦，洪姐哦，今仔头一名的呢。啊，这你好。你今仔要听倒一首啊？绿豆鸡呀，绿豆鸡呀，第4首。好，给你写开哈。来，感谢咱的洪姐哦，嘿，来，哎，郭大姐好。恁两个好，好，郭大姐，今仔要听倒一首？第七首，第七首第哟。 7首出旁哦，第出旁第7。出旁哦哈。好的，谢谢您。好，哎，你好，郭先生好。几号4号， ？4号呀，绿豆鸡呀，绿哈。豆鸡好呀。 ，OK，谢谢。喂，你好。为什么第7线无法度迄落呢？来，你要用掉。哦喂，你好。喂。喂，嗨，欢迎你好。哎，你好，哎，阿姐哦。哦，小姐姐啦吼。啊，你今仔要听倒一首啊？第3首，第3首啊，给你下开哈。大当。好，谢谢你，小姐姐，谢谢。来，新增的吴大哥你好。绿豆鸡呀，哦，给你下开哈。绿豆鸡呀。哦，好，谢谢吴大哥，好。喂，你好。喂，嗨。哎，你好久不见呢，江林先生你好，你好。哎呦，最喜欢听的就是 UK 我呼噜，有去我非常不如。王大姐，哎，我知吼，林阿谢谢你啊，好美丽的两位哦，啊，谢拜谢，拜。谢谢。哎，你好，来啊，咱的破主吴大哥你好，欢迎你。嘿，咱大哥今日，嘿，好好好，啊，来台东，来你好。去大当。哦，好，谢谢，咱的吴大哥，好，OK，谢谢您，谢谢。好，来，你好，嗨，来报道的陈先生好，你好，你好，嗨，陈大哥，你今天要听多少首？第5首日春，哦，日春好，这是咱的，OK。陈大真的，OK，好好，给你做安排，谢谢，谢谢，好，来，啊，高雄的徐妈妈，喂，喂，徐妈妈你好，阿母啊你好，嘿，好，好，你两个好，好，好好，加第首，新年快乐。第2首。婚中月圆。哦，情歌对唱的呢，好，给你做安排哈。好，谢谢你啊，徐妈妈，谢谢。来，玉玲妹妹你好，谢谢大家好。嗨，今天要听，我点第2首，婚中月好，给你圆。下开哈。好，谢谢你，谢谢，拜拜。来，台北的罗大哥你好，两位好哈。好，第3首来去台东，来去大当好， ，OK。好，OK，谢谢来罗大哥，谢谢您，谢谢罗大哥啊。哎，你好，基丁的郭大哥好，你好，4号好。绿豆鸡啊，绿豆鸡呀。好，OK，谢谢哦哈，好，这是大基丁的哦哈，好，谢谢谢谢，好，来哥，帅哥美女大家好，来哥，你今天要， 3年我点第4首，绿豆鸡呀。哦好感谢。哦，好，谢谢，感谢来哥，谢谢您，来哦，谢大哥，你好，嗨，谢大哥，你今天喜欢，江林。我要点迄个婚中月，婚中月圆。好，给你下开啊，好，你来知哈，高雄谢大哥好啦。 ，OK，谢谢您，欢迎来，你你好，嗨， ，Hello，嗨，嗨一两手，哎，哦，我要带你来去台东佚佗。好来，OK。哦，没问题哈。哦，OK，谢谢你，谢谢。来，秀霞姐姐，阿姐哦，你好，好，啊，你今仔要听倒一首？秀小姐。咱来去台东。来去台东哦。当哦。安尼哦，哦好，啊，你要招我去啊？好啦，好啦，哦，OK，好，谢谢你，谢谢。来，洪婉严大哥好，你好，严大哥，第3首。第3首。来去大哦，当。给你下开哈，好，谢谢你。好，这是咱严大哥哈，谢谢你。哎，彩云这里哦，彩云，我要点歌，好来第5首。
第5首日一春。好，给你写开哈。好的，谢谢你哈。对啊。来，咱的节目吼进行的时阵吼，拢有欢迎咱这新朋友哦，就是你即摆看到阮的节目，你毋捌卡开吼，来毋捌卡开，你甲卡看卖啊，电话盖好卡伫咧，你甲卡咱头前的。83263178326317，这是咱的互动专线电话，无一定爱叫过阮的物件，你只要有咧看阮的节目，你电话就会使卡哈。啊，咱这是咱中华县市直播的电话，外县市会记咧加一个控诉就可以啊。所有的歌甲点咱这的歌曲哦吼，唔好甲点吹外口哦嘿。来哦，菊丽姐姐，菊丽姐。来，菊丽姐你好，好好，绿豆鸡呀哈，绿豆鸡呀，安尼好好，谢谢谢谢，给你下开哈，好，来，这是咱的菊丽姐姐哦。喂，今仔日的人我来去台东，甲你的绿豆鸡呀，拢好听。这两首歌，台东嘛是海边，绿豆的时阵，佫有头拄啊平湖咱的观众朋友。有哦，薛大哥啊，朋友薛大哥啊，啊，绿岛爱对倒去坐船？绿岛啊，屏东哦，咱捌去过哦。啊，对，什么朝日的时阵，伫遐有洗温泉。哦，对，伊的海内底吼。啊，结果的时阵，哦，迄个海口的时阵有够迷人的时阵，大家拢袂记咧穿衫有啊无？敢有？我哪无看到？无啦，我咧讲像这时是咧疫情啊啦。疫情啊，冲一个，嘿，出来嘛是爱搁穿衫啦，讲啊伤紧。我当惊死，我是讲来无穿衫，我来。你真瘦咧！你毋是啦，你就无报我看，吼。好，来你好。啊你好，我德山。德山哦，阿姐。德山啦。要点东山再起。东山再起。好。阿姐，你有看电视无？啊你敢毋知讲咧点歌是点我后壁这几首吗？哈，后壁这几首才对啊，吼，好，你搁看者哈，哎呀，逐日拢咧看，啊你哪毋知点后壁这几首啦，吼。这个歌吼，算千千万万首，对，啊咧准备，啊这拢人点的歌，哎呀，吼，啊一两底啊先是我甲挑选出来，礼拜吼，每一工的时这歌拢无啥共款，嘿，啊新歌会直直安排起来哦。点后壁的哦，谢谢，来，移民大哥你好。哎，欢迎小林，你好。我跟你讲，我今仔日点第4首绿豆鸡啊！啊哈，谢谢，帮你收视长虹，感谢，谢谢。哎，不是一首啦。月光暝点在手骹，大家做阵来念歌。今仔准备先来录歌。唔是啦，我即摆咧等恁唱绿豆鸡啊，我会先呢。吼，来啊，老师吼来做准备。绿豆鸡也是我呢。来去台东才你哦。绿豆，但是绿豆鸡啊，即摆加出来啊，吼。好来，陈大哥好。陈大哥。你欢迎你。哦，你今仔要听倒一首？听日本会使哦。会啊，迄个。或者有金啊葫芦。哦，来哦。有金啊葫芦。好，给你下台哈。好，来，谢谢您，谢谢。好，哎，你好，新朋友你好。哎，你好。哎，大哥，你今仔是要听倒一首？我要给你点这个迎双月圆。哦，分中月。好，啊，咱来，咱住倒位哈？啊，我住台北永和。哦，永和哟，啊，要怎称呼你？啊，我姓张。张大哥啦哈。好，谢谢您。很好哦。感谢你哈，谢谢你喜欢哈，感谢。来，梁山大哥好。梁山大哥。第一首。有气我呼噜。好，来，这是咱梁山大哥哈。OK， 谢谢。嗨，朱大姐你好。谢谢啦。嘿。你好。来，阿姐哦，你今仔想要听倒一首啊？绿豆鸡啊。绿豆鸡啊，好，来做安排来。好 ，OK， 谢谢啊，好，谢谢你，谢谢。来，绿豆鸡啊，甲落歌咯。来，这首绿豆鸡啊呢，是咱这个岳凤姐、郭大姐、吴大哥，两个有咱一定的郭大哥。谢谢咱的来哥，啊，跟咱菊丽姐、移民大嫂，还有咱的。所点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谢谢。
心这电，一日又搁有一年。大家来海边跳舞，月光的暗暝哟，拖乐声一只一只，船才要出去，船才要出去哟。谢谢咱陈立正大哥、伊良大嫂、来把罗大哥、八岛来哥，咱的七八七五大哥、黄玉双姐姐，感谢咱吴米子姐姐、梅山陈先生的掌声。我送你一脚手指，当作结婚的送片。咱两人爱情无变，找着好伴侣哦。永远是一个心肝可爱的姑娘。心爱的姑娘哟。哇，这首歌曲感谢吼，还佫有咱这小季节、你七、你90，还佫有朱大姐伫咧甲咱拍谱啊！来继续安排咱的来去台东哦，哦，带恁来好佚佗啊！今仔带几位啊？出榜两位尔，但是吼、观众朋友，系，其实两位拢足好耍的。是啊。这两位咱公司拢台去过东啊。花莲吼好，就是咱像即个，咱讲起来咱台湾啦吼，台湾的即个后花园，后山。吼，咱后山就是讲咧台东花莲嘛吼。啊，即摆是因为像即个吼，COVID-19，吼，就是讲即个武汉肺炎的关系，吼，啊，拄好大家呢拢总伫即个国内，真好啊。啊，无出去外口先感染着，转来的时阵着喂，拢总厝边隔壁哦，家己的人哦。对啊。啊，难得啦吼。国内旅游，咱咧台湾讲吼，住40-50年，有诶讲住70-80年，真好佚佗的所在，毋捌去过足济。当然咯。吼啊，伫咱国内面的先伫旅行的时阵吼，啊，互咱同胞刺激这个消费。对。吼啊，即个好山好水的所在真济，吼，利用着像即个一两年啊，先去行行。对。啊，利用咱即个吼，即届过年吼有连续假期，爱来行行的哦。当然。趁，多甲你同胞趁啊。哦，对啦，吼，足重要吼，老师做准备哦，嘿，好，来谢谢，来啊，咱这首来去台东吼，有咱即个啊，秀记姐姐，咱的吴大哥大铺主，咱的罗大哥、伊朗大嫂，啊，有咱秀霞姐、严大哥所点，吼，来去台东佚佗吼，嘿，身体要健康啦，爱会行会走，啊，就安尼设计爱甲行行咧哈，台湾真侪好所在哦，嘿，谢谢。
是徛草，好食一大盘，六神花红茶，一两份心肝。你若来台东，请你小招伴，你分身份怎，互你心开外。谢谢咱基地的郭大哥，407吴大哥，台南林大姐，蔡文田大哥，梅山陈先生，感谢秀芝姐哦，谢谢。往来是徛草，好食一大盘，六神花红茶，尽量通心肝。你若来台东，请你小招伴。你分身份怎，互你心开活。来，观众朋友，大家好！今仔老师呢特别来，要报咱观众朋友吼，好康的，互你食咧吼，会安尼骹松手人，有法度甲老师共款来去跳舞。是咯，赞赞我说赞！超体康，吼，来，观众朋友啊，真侪时段吼，拢会感觉讲啊，我都平常时啊啦，三顿食食啦，有当时营养不均衡。对你都这也袂使食，迄也袂使食，还是讲一寡时段都较无喙齿啊。对，吼，啊，你食物件较无方便啦，无方便啦。是。啊，上重要就是讲吼，手术的啦，啊，即马病中的啦，对吼，啊是倒调的，拢总肠胃无咧蠕动的啊。对，迄真侪时段吼，也袂当定的也袂食咧，啊食咧，佫无煞去拄掉咧，对啊积掉咧，啊有当时吼，几落工才便所一解。即咱个超体康个食，伊会蠕动胃肠啊。吼，是啊，这是咱所以观众朋友啊好开店就对，了老师即马甲咱推荐介绍，这是卫福部许可的对特殊的营养配方，抓落内底有加一个乳清蛋白，足厉害。迄乳清蛋白是咧安怎呢？就是咱老师讲的讲，咱人迄肌肉对，萎缩，爱萎缩啊。嗯，年纪若较济的时阵，迄骹当细可去，嘿啊，无去尻川尻川要倒去。搁无吧，吼，裤穿袂掉要落去啊。我咧讲吼，你若去啊，要去菜市的时阵吼，你去看，你若行咧后壁看头前的一寡吼大哥大嫂吼，你发觉就讲，啊巴肚大大，尻川来摇摇，骹腿咱拢总无啊，肉，骹腿都细甲可爱，甲出去5巴肚尔。拢剩迄片巴肚对。啊，这就是爱吼食乳清蛋白，对，伊就是会互你生这肌肉。啊，会稳定血糖哦。你若汤起落落人，你个食乳清蛋白吼，你血糖会稳定安尼。哦，是所以讲吼，这内底吼，还佫有一项就是讲，咱这遮济种营养素， 30-40种的。有人讲啊，不耐乳症的人，这会使食哎哈。，无咧食咧吼，好袂害拉肚子啊！咱这袂啊。好，安尼是就够好啊！这内底有含钙、对矿物质、是维生素综合的，而且吼，对，综合的，综合的。足大包的对。我一包感觉50来公克哦。对你一包下早时啊，甲食就有够会饱，对对有对。够饱，嘿，有哦够安尼所以吼。讲，咱若特殊的人，如果伊已经无法度食，那是一工若头泡咧3包至4包都都拢无法度食物件嘛袂饱啊，嘿一工甲泡3-4包啊，营养都有够，伊嘛会饱啊，是吼是是营养都有够安尼。啊，老师啊，遮尔啊特殊的物件嘛，感谢。这我咧卖吼，不二价吼，好，吼，这2斤外重呢，两斤外重，哦真正足重的哈，足有分量的。足有量。这一盒就是2斤外重啊对对对，吼这若要送礼吼嘿，好，偌方便的呢，吼对无吼，这若要爱的人啦吼，嘿是，一盒是1300块，你会记得哦，阮这是卫福部核准的。对合格特。殊的营养配方，含甲一般观众朋友恁兜无伫咧拉迄五谷杂粮，吼，透早掰开豆奶粉，安尼就是无共款的，不一样哦这特殊的啦，这吼。特殊的配啊，方哦老师，啊，啊你这买是一盒，逐个人客嘛讲，啊，我若要买2盒， 2盒，哦2箱啦吼，两那2箱两箱，哇2600， 2箱2000的，嘿啊，较2000犹太的啦。若买2箱就2500 2500块2500好但是呢，我人较紧的咧讲啊吼，嘿咯，欢喜就好啦，对吼，这下特别啦，食咱的啦，吼，
食咱的，我咧讲哦，系即个拍开了，甲泡若无满意吼，系，会使加当行咱。会当加。无咱敢安尼讲的啦，是啦，口感有够好的啦，营养拢有够啦，是综合的哦。好哦，所以讲咱个即届吼个有够，来咱老师安尼就讲啊，恁听有啊吼。即摆一届甲咱注文买2盒，再加送1盒，2500块，互咱人买客3盒， 3盒是2500块。要甲7公斤重啊。 08008151810800815181，谢谢。谢谢。好，来，观众朋友啊，即马特殊的配方哈，咱这特殊的配方，这安尼一罐是2斤外重啦，这一包内底一包拢总遮大包吼，56公克，56公克，观众朋友啊，平常时啊，若营养吸收无够的，有诶欠这，有诶欠这，有诶时段讲种吼无喙齿啊，物件宝贝烂啊吼，人直直安怎无鸡肉去啊这，来，主文交代头前的专线电话，喂，你好。 喂，哇，拢总满线呢。哎，哦，徐妈妈，哎，要买一组呀？哦，好，给你写开哈。哦，谢谢你，谢谢哈。好，感谢。来，电话拢总到接无吼？观众朋友，你绝对唔捌买过这尔，我讲这尔优惠的啦。一届就是3大组吼，这一罐，这就是2斤外重伫咧吼。啊，这若讲过年过节，咱想讲。 要摕去送礼嘛，足好的哦。即摆是一寡时段厝内底拢总有吼，拢安怎会去泡一寡营养品对无吼？咱这是综合的营养配方哦，吼，营养配方啊，真正我咧讲吼，足好啉的，真好啉。即摆甲咱买1盒就1300，买2盒2500块，公司再加送1盒哈。所以讲这一罐就遮大罐伫咧哈。来，喂，你好，喂。 嗨，你好。你好，啊，这你要一组吼？嘿。哦好，啊，我等下给小主机哈。好，谢谢，好，来，电话吼，我讲，那电话太多的时候吼，新朋友，我先给你写电话就好哈，先给你写电话哈，谢谢你们。来，主文交代3大组，3大罐哈，2斤外重的哈。 送礼送伫心肝底，人真正有需要，咱送着唔知安怎，人唔知会欢喜，对无？这会当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哦，一寡肌肉退化起来，会当防止退化，而且食这的时阵，观众朋友肠足好的，会知影通腹肚枵，有真济时段吼，啊，就会知影一食咧下昼人来叫食饭的时阵，哎呦，啊，都拢啊，拄掉了，佫无消化，会知食无消化的时候，下昼食伊嘛还袂消化，对无？食这帮助你消化哦，帮助你消化吼。 上重要就讲咱这卫福部有特殊、有核准的特殊的配方伫咧吼，主文交代，一组我咧讲吼，3大盒哈，3大暗哈，为了小珍，小珍姐好，嘿是，哦好来，好来，感谢您哈，主文交代头前的专线电话08008151810800815181，我咧讲吼，这一盒。 才算开春挂，剩几百块啊尔。这若过年的时阵，你要去共拜访，哦，要去啦看长辈，哦，一寡长辈时阵，你啊客这啦，哦，这一盒内底吼2斤外重，每一包拢总有56公克伫咧。食这啊暗时我咧讲哦，会当安怎泡烧的哈，咱这会当泡烧。小姐姐，啊这哦，哎啊你有泡安尼？我后边来泡。啊有好啉无？ 来，我讲者，系，无剩落尔。安尼哦，哦，啊，这我甲你请教者吼，是毋是真正足好啉的？好啉啊！啊，你啉你有感觉讲，哇，这安尼啉起来人精气神佳足好个哟。哎呀，好啉。好啉啦吼，好啊，感谢你哈，谢谢。啊，你我感谢，谢谢咱小小姐，谢谢你哦，嘿，谢谢。哎，喂，你好。 喂，你好，嘿，大哥好，你好，要一组哟。哎，啊，你无电话呢？来，你啊，你电话念互我者来。控诉过来，26。好，谢谢。来，我这边话哈，就是爱像阮小姐姐安尼。这我给你。咱如果吼，厝内底若有迄时大人，咱若咧买一寡营养品互伊啉的时阵，
伊爱会介意啦，是，爱会下啦，对无？迄有诶吼，啉都安尼买一大堆啊，袂介意食，袂介意食诶时阵吼，伊就甲你囥诶，伊嘛袂甲你讲，囥甲来吼，都人过期去。是。咱这无共款哦，大家学落诶哈。食一来，摆王大姐你好。哎，小姐请来到。食一摆都要咧调喙，吼。啊，咱这内面的时阵对无吼？你甲看较清楚咧，吼。啊，亲像讲像咱这个这个个元素的时阵，吼，这款物件伊就维持着讲吼，咱的做这个吼，这个汤类的时阵，这是正常的代谢，吼。啊，佮加添就像这个咱的乳清蛋白，保护住这个肌肉。啊，袂使讲啊，好啦，时间到来，吼，唱歌。阿姐我等下考你，好。再来。好，谢谢。来甲献唱一个《尤其我俘虏》。好，谢谢。勇気は降るあなたは来ない勇気は降る思い心に虚しい白い涙二人は遊ぶ夜は更けるあなたは来ないいくら呼んでも白い雪がからくるばかりラララララララ夕張春あなたもこまよる雪は降るすべては消えたこの悲しみこの寂しさ涙の夜一人の夜あなたは来ないいくら呼んでも白い雪が荒くるばかり白い雪が荒くるばかり雪は降る来，教授，系系，你知影咱台湾吼，嘿，水果王国，是啊，吼，又个好吃甜，又个脆，
又搁水，对，哦，口感搁好，赞，吼，啊嘛是稻米之乡啊。是啊是啊嘿，迄白米吼，无较输日本的，对但是呢，有真侪爸母啊讲吼，无法销售。医生讲吼，葡萄食4粒，哎呀，奶子食1粒，饭会使食1喙尔。红果食一酒。嘿呀，安尼吼，真正足无趣味的。我跟你讲吼嘿，这种人绝对是太糖尿啦。对啦。有糖尿人吃了，一定袂使食伤甜啊，是啊袂使是啊过量啊，是啊是啊。哦，啊，逐工拢爱计算讲我会当食偌济对呢。对哦，啊，生活就较无，足品质就无自在歹去啊。嘿啦，足无自在。是是嘿是。咱老师啊，敢有啥物物件会当提供互咱吼电视机前的咱遮吼大哥大兄大姐吼爸母啊，讲会当互伊生活品质更较好咧。安尼哦，哦，你讲即马像这糖尿病足济啊，是啊，是啊，啊是讲你若是讲都大着拢一般在咱台湾拢找西医较济吧？是。啊，西医一定是西药你食嘛？对。哦，啊你西药这种合成的嘛？合成的。系啦，讲实在啦，食过量嘛，会害着别位的这个机能啦。对对对。哦，讲做着夫拢爱注意啊。是啊是啊。所以讲你若有糖尿人目前啦，你起落都袂稳定吼。我补你这个山苦瓜。山苦瓜。嘿，山苦瓜吼，哦，就唔是叫你等恁兜煮苦瓜来咧食呢？唔是哦。唔是啦，迄个山苦瓜是用萃取的。萃取的。浓缩调整的啦。哦。即马生物科技进步啊。是。迄个320斤。320斤。才调1斤尔尔。诶，山苦瓜哦。诶，萃取的哦。这真正是足高倍数。算唔知？迄食会着吼。稳定你的血糖啦。好。啊，譬如讲，啊，就透早啊，饭前啊牛吼，拢130，啊饭后拢要吃200吼。哇！要注意啊。要注意。要注意啊。迄当时啊吼，糖尿病还无恐怖呢。糖尿病上烦恼是并发症啊。哦，就是咱的后续并发症。对啊，引起心脏、心肌梗塞啊。对。目睭失明呢。是。诶，会头壳吼。视网膜病变。是啊，当时心肌梗塞、心脏病的吼，当时咱规身躯哦，嘛袂使破皮规空啊。对啦。万一若跋倒吼，伊拢空喙袂收煞。是啊，顾袂好啊。对。你甲病吼，把水车住咧吼，啊人生变黑白，啊剩偌济无效啊。人生健康就是彩色的。个身体爱健康啊。对啦。要起落落，要出外衫，要食物件，讲好，咱要食食，讲倒一粒偌好食，会当安尼随心所欲啦。对，人生彩色的。哇，这嘛较有尊严哦，意义。哦，啊，所以讲老师话，山苦瓜遮厉害哦。是啊，这世界公认的啊。哦。唔是讲咱台湾哦，全世界足一个国家，拢是用这个苦瓜，山苦瓜来萃取，伫咧治疗这个糖尿病，稳定血糖，足有效。佮再来吼，唔是安尼尔呢，吼，啊，佮有迄落糖化血色素吼，吼，我咧讲哦，这上恐怖，你要注意哦。正常吼是6点半啊，佫袂要紧嘞。是。你莫佮7.1、7.5、8点、9点去吼，有时腰子吼。嘿。哦。所以恁爱注意，家己的身体爱家己照顾。系。你家己袂晓顾家己，你哪有法度去顾别人？当然是。家己都顾袂着啊，我都照顾家己。啊，你哪有法度去顾别人？所以咱人生一定爱健康。对。唔免要求剩偌济啦。哦，咱总只3万几尔呢。是啊。对，啊，珍惜咱宝贵的生命。是。哦，啊好啊，珍惜家己。所以，糖尿病的人，有血糖高的人，糖化血色素高的人，甲咱只大哥大嫂报告，苦瓜生态，你甲食就对啊啦。哇，爸母啊，咱即摆有生物科技遮尔厉害吼，叫做苦瓜生态。足好哦。嘿，啊，你若讲有即个糖分的问题，吼，啊，咱今仔日咱的教授啊，特别提供互咱电视机侪观众朋友，吼，摕苦瓜生态等去食就对啊，哈。谢谢教授，今仔就是方连访问，谢谢。嘿，感谢，谢谢。好，谢谢。哇，感谢咱的教授伫咧甲咱关心。哦，有真侪时段都是因为即个糖分的问题，一直安尼食控制，甲吼。无啥有法度控制呢？哦，糖分嘛共款伫咧牙悬，有当时糖化血色素，哦，啊拢爱甲8、9，哦，到有当时甲10去啊，这有当时拢爱洗腰子啊呢，甚至呢，哦，啊有的人就讲做爱打胰岛素。如果你来讲有搁加一项的选择，对着你的身体有帮助呢，观众朋友，教授话爱听下，苦瓜生态真正足好啊。连芳林，这我吼，我伫咧食。我感觉这个物件确实足好，对我食到即马来差不多1冬的时间吼，我感觉我都袂过安怎枵的时阵，哦，会喘，容易昏倒，哦，啊我嘛捌曾经捌量过呢，香红量的时阵吼，要到200。
哦，啊，这就是啦，阿公，我这团的啦，阿公有，妈妈有啦，我妈妈嘛是食迄糖尿病控制药，嘛是食30几档啊，食到即马是心脏装电池的啦，吼，啊小中风2次啊，啊结果伊即马咧食这苦瓜啊，食甲真好呢，食甲控制甲足好的，所以讲吼，方年咱平常时啊好人，这就讲。大家吼，知识小交换，唔是咧食讲啊！你生病的时阵伫咧食的啦。好人的时阵，咱来先安怎先预防？我这叫做咧预防。吼，预防的时阵，我就袂感觉讲人不舒服啊，就足好的啊。吼，像我一工我甲你讲，我一工食2粒，啊，要食啥物？食吼，像即种嘛，有迄种或者有美国的上介好，就是有这个美国的专利的，这个专利功效的。迄才有保障啦。对，这无简单呢。这卫福部的时阵吼，这FDA 啊，这美国人的时阵吼，讲较直接的，嘛真惊死。莫讲伊惊死，咱嘛真惊死啦吼。因为像即个像这个糖吼，这个糖分的问题的时阵吼，你若如果无甲治疗吼，这真正伫咧讲的时阵，就是安尼抗病重。系啊。吼，啊抗酒会芳。对。吼，啊所以讲。你若如果来讲啊，你进前的时阵对，都讲一阿公阿嬷吼，切的，对，啊影响到心脏啊，吼，啊你严重的时阵，到底就讲像这个吼，血压减未过的时阵，都爱，吼，对啦，所以讲观众朋友吼，平常时爱保养真重要，啊，这是咱健康论坛，就是咧甲咱观众朋友知识小交换。就是讲，我感觉讲有较好的啊，较新的，的这个产品的是你会当参考，你会当做参考，吼，毋是讲个呢啊，传统的时阵中药伫咧食。吼，啊当然是食了啊，讲者效果袂歹，对无？啊，咱甲你恭喜啦。吼，啊，若如果若讲啊，食甲都拢安尼二处这般，吼，啊食安尼伫咧煮啊煮规年烫天的时对无？拢无共，你就会爱吼，会当甲换，吼，会当的时甲刷度一下就对。哦，是，会当做一个改变来甲做补充，好无？好来，今仔即马开讲到遮，要来安排这首叫做《分钟月圆》这首歌曲吼，系。有咱这个徐妈妈、玉玲妹妹、谢大哥，还有咱银河的张大哥所点哦，啊，由江林跟方林来甲情歌对唱，谢谢。我要送予你，不论你伫倒位，海角天边，代表我的心意。深深爱你，虽然世情多变化，我也将你放阮心肝。人生路都亲像梦一团，情话永远有人听。海风海涌了解阮心声，情海浮沉的生命，我像孤单的船只，心爱的你敢知影？谢谢咱周武龙大哥、秀琪姐、新正林大哥，谢谢咱秀霞姐、玉珍大哥，感谢你的掌声。玉玲妹妹看到了，谢谢。中月圆，天气破相随，一首情歌我要送予你，无论你伫倒位，海角天边，是代表我的心意。春风微微，花蕊送芳味，一首情歌我要送予你，不管石头的烂，海水的干，我也永远深深爱你。虽然世情多变化，
我像孤单的船只，心爱的你敢知影？虽然世情途变幻，我也将你藏在心肝。人生路都亲像梦一团，情话永远有人听。海风海冷了解阮心声，情海浮沉的生命。我像孤单的船只，心爱的你敢知影？好，谢谢。来听完这首歌曲了，咱来进一段广告时间哦，谢谢。来，观众朋友啊，你要年到啊，赶紧来顾哈，还阁有时间。过了后，咱这过年有法度来过家来共拜年，啊！若是说吼，会当带咱设计安尼行唠唠的，就敢若咱今仔咧唱歌共款，吼，设计拢总真好，通好佚佗哈。啊，但是年纪若到大的时阵，有当时啊，就安尼巴巴杂杂袂轻松啦。这专门咧甲你顾的哈，顾咱的巴巴杂杂。啊，方玲甲咱介绍，真正是上介好的，因为咱这内底呢。拢总是60粒装的，无大件，每一盒顶头拢总有专利萃取的证书伫咧。专利就是保证哈，这叫做浓缩再浓缩8倍，这内底咱这拢有证书伫咧哈。啊，咱若观众朋友食的脚松手人好，人若轻松了人，要佚佗的时阵，人若少，才会因讲好啊。啊，无若袂轻松的时阵，是说无论是讲新妇后生查某囝咧招拢啊，卖啦，恁去就好啊。见大概拢啊过年拢啊踮厝咧顾厝，来今年哦无共款咯吼，甲我食安尼轻松了人，一组咱若细组3盒就是2980块，买大组的咱会买6盒的，6盒就是5960块对无？再加送1盒哦吼，所以讲你摕到的时阵5960块，摕到是7个月份，7个月份哈。主文交代头前的专线电话0800815281，啊若近路咱若观众朋友吼，伫咧公路部分。你都是爱挖靠咱这个红景天三项，即摆佫加一项落去。原底咱就有红景天纳豆甲红曲对无？即摆佫加一个 Q10，无论互你清，互你会通气，互你会顺，拢总互你会轻松哈。08008152810800815181，喂，你好，你好。喂，嘿，啊，大哥你好呢，哦，你新朋友呢？好，来。唔是的。嘿，毋过我看起来是新朋友，无显示呢，好好，嘿。我即摆现主持吼来甲电话继续吼来要加油的时继续搁甲卡嘿我来甲献唱一底就即个咱观众朋友所点唱喜爱歌曲，叫做《醉玫瑰》。节目一个结束的时阵呢四方人甲我抑个我的同事的时阵，拢继续搁服务伫公司服务2点钟的时间批评指教或者是需要什么服务的时阵呢，则请拍832631的专线电话，系互小弟甲小妹先困甲你服务醉玫瑰。心
花季宝贵，可惜欠水，青春真红，忍不住偷偷吐开，我给勇气。